除了淹水，台南漳半暝啊，閣有這空地啊爆炸，是佇咧安南區的巷仔內一塊空地啊，半暝點外火燒，消防員當咧拍火，不過0:45的時煞熊熊爆炸，造成附近有14個人受傷，68戶22隻車因為爆炸威力受損斷。本地警是講，這空地啊是頂一寡廢油甲廢棄物，想袂到內底煞是好親像有這鎂的化學物才會爆炸。日透早2:45左右，連續爆炸聲撼動4區圍，連監視器鏡頭也咧搖晃，有民眾佇戶外看到爆炸的狀況。我靠！爆炸了！烏鴉火灰咁點到，附近住戶驚甲流清汗。下來到遮啦，尾後咧蹦2、3聲鐵窗咧，掛彈來到遮咧。來我家的，我咧困，我上咧關門底，睇迄個大聲啦，我唔知影。台南市安南區海田路二段342巷內這個空地啊，日透早1點外通報火警，消防隊到了後下水灌救，現場煞佇1點半鐘了後，連續幾下擺大爆炸，造成包括消防員在內14人送醫，爆炸掃着引起火災半毀戶數11戶，整區也是毀損的厝57戶，也有包括消防車在內有22台車受損。不是鹼金屬，它遇到水它就會爆炸。好啊，因為這個是有點是廢棄物，然後詳細我們可能要請火調人員來了解，為什麼裡面會有霉土啊、血液來丟棄。背景啊，你裝的背景都沒抓起來，沒有。震壞了是不是？對啊。哦。小心，寶寶小心。剛剛門都壞。天光了後，民眾趕緊整理家園，也有人因為爆炸噴飛玻璃去掛上卡。現場也閣有殘火，環保局派員以重機區勘圖，希望阻絕雨水甲火場的廢棄物個反應。其實要阻絕它的空氣，跟雨水繼續去跟這個堆置的東西反應啊，所以土本身有水分，現在蓋過去，讓它反應過去。這是一開始通報空地啊，對空的廢棄物是氯鎂合金加廢氣油，所查出內底親像有化學物質。監視方認為空地者也是其他原因，市府當咧調查。目前掌握到警方已經迅速找到關係人到案說明。記者採訪報道。